由国教署主办111年饮食教育创意竞赛、健康饮食小主播的活动，担起南瓜国中甲国小中高年级第1名的好成绩。国中的部分由着大成国中9年级的学生黄彦君甲林佑成2位同学来联手，伫个有限的时间准备下，得到国中组全国第1名的好成绩。我们是大成广播电台，我是主播林佑成，我是主播黄彦君。各位小朋友好，又到了我们每日一词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语词呢？今天要向各位介绍的就是蔬食日。蔬食日是什么东东啊？蔬食日就是不吃肉的日子啊！不吃肉是要吃什么啊？可以吃蔬菜啊、水果啊、鱼肉啊，还有豆类制品，就是蔬食餐呐。这次拿到冠军很开心，但就是那时候就是比赛前大概才1个月才接收到有这样的比赛讯息，但我们就赶快趁下课或者是中午的时间，赶快就是到我们的营养师那边，或者是午餐厨房去询问那些厨工妈妈我们关于蔬食日的这些问题。之后，我们也上网查了很多资料，才查到说台南有举办厨艺竞赛，而且今年的主题是刚好跟我们想要播报给大家知道的主题是一样的。之后，我也想让我们班的同学知道说，蔬食日其实吃菜是对我们的地球是有帮助的，这样。是因为我们国小的时候就有一起去比那个小小解说员，所以我们默契其实是还不错的。这次写这个稿就是也写得很顺。2位同学以着平时的营养午餐，市府推广蔬食日，甲台南上青校园乐活蔬食等活动，以着学校大成广播电台双主播来推广低碳饮食，由我来做起，借此行销台南校园午餐低碳健康饮食。经过第1阶段送件进入全国前7名的决赛，最后得到国中组第1名。这次比赛里面，我很赞叹。他们这2位同学哈，他们以最短的时间把文稿重新修改成他们的语言，包括连台南市100年开始实施蔬食日的部分都放在里面，以及台南市对蔬食的比赛每年都有在做，他都把文稿找出来就融入里面。那在过程里面呢，除了学生他很优秀的把它表现出来，以及呢他们利用下课，他们仅下课10分钟就练习而已，他们其实没有多余的时间。那我们后来又发现说，其实如果这样太简单了，应该背后有个 PPT， 所以是我们嘉颖组长哈，就是活动组组长，他就把它做一个 PPT， 而且是很生动的 PPT， 配合整个里面的一个内容。主办单位这届的竞赛邀请营养、食安和媒体领域的专家教授来担任评审，总共选出各组的前3名和佳作，和现场的选手充满十足的临场感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就是不吃肉的日子啊。